我哋而家會做一個腹式呼吸嘅練習。首先坐喺張凳上邊，我哋坐半張凳，腰背挺直，可以嘗試下用我哋嘅右手輕輕掂住我哋嘅肚仔喺肚臍下方，左手輕輕按住我哋嘅心口。慢慢我哋先嚟呼晒啖氣，感覺個肚仔係縮入去嘅。吸氣嘅時候，肚煲脹起，呼氣收肚，吸氣肚脹，呼氣收肚。好，而家雙手輕輕放返喺我哋大髀上邊，感受下我哋而家個身體喺個呼吸練習之後嘅變化。手放鬆擺喺大髀上邊，保持腰背挺直，拉長心口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心口唔喐，淨係將個頭轉去你嘅右手邊方向。吸氣返嚟中間，呼氣擰過去你左邊，再嚟吸氣返中間，呼氣再次去右邊。今次試下可以將個下巴拉低去揾你鎖骨。吸氣慢慢返嚟中間，呼氣去左邊，跟住將個下巴拉低揾你左邊嘅鎖骨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吸氣返嚟中間。呼氣放鬆，我哋舉高我哋嘅右手，跟住屈曲右手手踭，將右手手掌擺喺我哋嘅背脊，拉長心口吸啖氣。好啦，慢慢將我哋嘅左手去捉住我哋嘅右手手踭，推高個手踭向天花，手臂係向住你正前方嘅吸氣。呼氣，慢慢將個人打側身去你嘅左手邊。而家感覺下我哋右邊腰側嘅伸展，同埋右手手臂嘅拉伸，將個心口係向前方，面向前方望嘅。好，吸氣返嚟中間，再嚟多次。我哋個左手係撳住我哋右手嘅手踭，推高個手臂向上方，手踭指向天花，吸氣。呼氣，慢慢將個人打側身去左邊，保持個 pat pat 坐穩，跟住手踭向住地下方向拉低，心口向前方，自然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吸氣返嚟中間，好，呼氣放鬆手，係啦，可以鬆兩下我哋嘅膊頭，再做埋另外一邊咯。舉高我哋嘅左手，手掌擺喺背脊。右手去捉住我哋左手手踭，拉長個人向上吸氣，脊椎向上延伸。呼氣嘅時候，打側身去我哋嘅右手邊，感覺我哋而家左邊嘅腰側伸展，同埋左邊嘅手臂都有拉伸嘅。好啦，慢慢返嚟中間，再嚟多次。右手捉實我哋嘅左手手踭，拉長心口，吸啖氣。呼氣，一路慢慢放鬆落，屁股要坐實，拉少少你嘅左手手踭向你右邊方向，將你個感覺擺多少少喺你嘅左邊腰側。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慢慢帶返嚟中間。好，呼氣放鬆手，將雙手嘅手臂伸直向前。喺你膊頭咁高，掌心向下，先做20下嘅掌心向下。好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掌心向上，好啦，閂埋啲手指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咁打開向橫，掌心仍然保持向上。好，手指收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2、
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掌心向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舉高手向上，掌心向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最後掌心向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放鬆手。可以揈一揈隻手嘅，鬆一鬆個手腕。好，手放鬆，擺返大髀上方。我哋將右手舉高向上，跟住屈曲你嘅手踭，將個手掌擺喺你嘅背脊。左手打開，掌心向住前方啦，跟住掌心轉後，旋咗你個膊頭向後，用你個手背，左手嘅手背黐住個背脊，跟住去揾你右手嘅手指，將雙手合埋嘅，挺高個心口向上。但係如果當你發覺距離好遠，冇辦法扣到呢，咁你就可以攞起條帶幫你手，仍然係將個右手手踭推高向上。左手捉住你下方條帶啦，跟住慢慢向上爬，心口打開，挺直個心口，向住正前方望。扣到手指嘅，繼續保持扣埋你嘅手指啦。停住喺度，保持自然嘅呼吸。吸氣嘅時候，試下將你右方嗰個手臂推高多少少向上，手踭係指向天花嘅。跟住左手試下睇可唔可以爬上多啲，去將你兩隻手捉埋，或者去捉住條帶，保持自然舒暢嘅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鬆開手，喐兩下個膊頭先。跟住我哋再準備做另外一邊啦。而家舉高我哋嘅左手，屈曲手踭，手掌擺喺個背脊，右手打開掌心向前方，旋咗個膊頭向後，你個手針向咗後邊啦。跟住慢慢屈曲你嘅右手，用你嘅手背向後摸住你個背脊，同你嘅左手手指盡量扣埋，將個心口挺直向上，手踭左手嘅手踭指向天花。又係啦，如果你有需要嘅，你可以攞起條帶嚟幫你手。吸啖氣嘅時候，試下將個人拉高向上多少少，你個頭輕輕壓住你嘅左手手臂嘅，保持呼吸，停住喺度一陣間先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解開啲手指先。好啦。放鬆手，跟住旋我哋嘅膊頭幾下，等個膊頭放鬆返少少先。好，垂直手擺喺身體兩旁，我哋面向嘅座椅方向啦。雙手可以10隻手指打開撳住個座椅，又或者可以捉住凳嘅兩邊都得。跟住將雙腳向後行，拉長個背脊，跟住手用少少力要推實。升高我哋個腳踭吸氣，好，慢慢將個心口向前，推個膊頭去手腕上方，眼望住你前方，收實我哋個肚，唔好俾個肚沉低跌咗落地下，停住喺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再將個腳踩返落地下，推後返個背脊。我哋嚟多一次，你可以係手掌撳凳，或者捉住凳嘅兩邊都得。腳掌要踩實，雙腳打開同盤骨咁上下闊，拉長心口吸啖氣，呼氣升高腳踭，推前膊頭去手腕上邊，收實個肚，唔好俾個肚跌咗落去，沉咗落去。我哋諗下，我哋嘅腹部要有力嘅。背脊一路向住斜前方嘅，停住喺度，保持呼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
日，好，跟住將個人推返向後，腳踩返落地下，慢慢將雙腳行返上前，慢慢將個人捲返起身，手垂直喺身體兩邊，停低喺度，俾幾個呼吸自己。我哋面向張凳啦，雙手咧撳住喺你個凳面上邊，10隻手指盡量打開嘅，擘開晒啲手指，膊頭對下係你嘅手腕，盤骨對下係你嘅腳踭，個距離大概係咁就可以啦。咁我哋保持咧成個動作咧個手臂都係唔喐嘅。好，拉長背脊，吸啖氣。呼氣，收腹拱起個背脊，將個手掌向下推，將個背脊推高向天花，眼望你肚臍或者大髀方向。再嚟吸氣，微曲膝頭哥，咬腰，心口打開，眼向斜上方望。呼氣嘅時候，伸翻直雙腳，頭向肚臍方向望，背脊向天花頂高上去。再嚟吸氣，微曲膝頭哥，咬腰，心口打開。呼氣嘅時候，收腹，將個肚臍收入去，拱起個背脊，感覺我哋個背脊好似一節一節咁樣咧，一路有個伸展嘅。再嚟吸氣，呼氣，最後一個吸氣。呼氣，吸氣，返嚟中間，好，慢慢離開雙手，企返喺個席上邊或者個地面上邊，平低唞一唞。我哋而家伸展下我哋嘅手腕咯，我哋將個右手伸直向前，手臂喺你膊頭咁高，將個手背向出，左手手掌撳住我哋嘅右手手背，感覺下而家我哋手腕有個伸展嘅感覺嘅，手指咧係指向地下方向，試下可以加少少力喺你嘅左手手掌心度，讓你嗰個右手手腕嘅感覺比較多少少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啦，放鬆右手。而家輪到我哋嘅左手啦，我哋將左手手臂伸直向前，都係啦，唔好高過你個膊頭，手背向出，手指向下指嘅。而家用我哋嘅右手按住我哋嘅左手手背，拉長心口，吸啖氣，呼氣加少少力，可以將個手掌向住你心口方向拱入多少少，感覺下而家我哋左手個手腕嘅伸展感覺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手。好啦，鬆一鬆，轉一轉個手腕，跟住手垂直返喺身體兩邊。我哋將雙腳咧打開，同你盤骨咁闊。跟住左腳踩穩，右腳伸直向前，腳踭掂地嘅，我哋盡量保持我哋成隻右腳咧都要係伸直，跟住腳掌向出啦，腳趾向天花勾起，雙手搭住，兩隻手搭埋，中指對住中指，吸啖氣拉長個背脊，呼氣慢慢將個盤骨向前接，伸直隻手臂向前。跟住將手可以放喺你個腳掌嗰度，或者兩隻手捉住個腳，又或者捉住個腳腕。總言之，係保持你隻腳係伸直嘅，勾起個腳掌，吸啖氣，拉長心口向前方望，呼氣，慢慢將個人向前彎。喺度可以感受下我哋後腿嘅腳跟嘅拉伸。繼續保持腳掌勾起，再嚟吸啖氣，拉長我哋嘅脊椎，呼氣，再慢慢將個人向前接低，但係仍然保持大髀伸直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吸氣上返嚟，好，放鬆。跟住收翻隻右腳入嚟，咁我哋做左邊咯喎，踩穩我哋隻右腳，跟住左腳伸向前啦，
左腳嘅大髀係要伸直嘅，腳踭掂住地下，腳掌勾起，又係啦，將雙手伸直向前，左手搭住右手嘅手背啦，拉長心口吸啖氣，呼氣，手臂有人向前拉住你，好似感覺有人掹住你向前嘅，將你成個脊椎向前延伸。保持一個背部係伸直嘅，慢慢呼氣，手可以掂住我哋嘅腳掌，又或者可能捉住我哋嘅腳腕或者小腿都得。保持心口打開，吸啖氣，呼氣，慢慢將個人向前彎腰接低，保持我哋後腳係要伸直，感受下而家我哋左邊大髀後邊嘅伸展。再嚟吸啖氣，拉長個背脊。呼氣，再次將個人接低，停低喺度，自然嘅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吸氣，慢慢上返嚟，好，收返我哋隻左腳入嚟，手放鬆擺喺大髀上邊，雙腳打返開，同你盤骨位咁闊。左腳踩地，右腳曲腳，抽起個大髀，跟住雙手扣住我哋嘅小腿位置，吸啖氣，心口打開，呼氣，慢慢將個人捲埋，拉長我哋嘅後頸，額頭去揾你膝頭哥，吸氣，慢慢返嚟中間。好啦，而家用個左手捉住我哋嘅右腳，跟住晾個右腳喺個大髀上方，啱啱個腳腕位喺你嘅大髀外側就得㗎喇，微微少少扣起我哋嘅腳腕，跟住右手掂住你嘅右邊大髀，左手按住你嘅右腳嘅腳腕，拉長心口，吸啖氣。呼氣，將個盤骨向前接，保持個背脊係平嘅，感覺下而家好似個胸前邊有條線拉長你向前，同埋保持我哋嘅背脊係延展向前嘅，就唔好做咗一個拱背嘅動作啦。喺度可以感受下我哋臀部嘅伸展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吸氣上返嚟，好，呼氣放鬆，輕輕放低返我哋嘅右腳。好啦，我哋做另一邊咯，撐起我哋嘅左腳，將手扣埋，包住我哋嘅小腿，攬個大髀埋嚟心口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將個大髀盡量貼埋嚟多少少，跟住拉長我哋嘅背脊。後頸要延展向前，跟住頭垂低，額頭去揾你膝頭哥。試下盡量將我哋嘅膊頭放鬆返啲。好啦，慢慢吸氣，坐返起身，將你個左腳打橫，晾喺個右邊大髀外側。跟住你嘅右手掂住你個腳腕，左手可以輕輕按住推住你少少你嘅左邊大髀。拉長心口，吸啖氣，呼氣，保持個背脊一路向前延伸。你可以嘅話，微微加少少力喺你個左手嗰度，跟住再拉長脊椎向前，呼氣，再俾個盤骨向前接嘅，頭望住你前方遠少少嘅地下就得啦。保持喺度一個自然舒暢嘅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吸氣上返嚟，好，呼氣放鬆，將個左腳放返落個地下度。而家我哋會進入我哋嘅大休息，我哋可以坐晒我哋張凳啦，將我哋背部輕輕有嘢挨綁住嘅，腳放鬆，腳趾放鬆，腳腕放鬆。跟住手可以擺喺大髀上方，手掌心向天，將個膊頭向下沉低。可以嘅話，合埋我哋嘅眼睛，將我哋嘅眉心放鬆，牙膠放鬆，頸、膊頭放鬆，慢慢將我哋嘅身體重量交晒俾張凳，自己好似好輕、好舒服咁停留喺度做一個休息。
今日已經完成咗我哋今日呢套練習啦，多謝大家參與。